来乡亲啊，苗栗的湾里有一场上公的夜市，安怎讲呢？因为这场夜市啊，一年才开一届，而且是开伫每一年关鬼门的这一暗。这是当地大代志，人是有够多是安尼滚，袂输是跨年共款。有300外单的单位，是这个湾里规年烫天上闹热的一暝。有人用空拍机记录这场夜市啊壮观的画面。对天顶翕苗栗湾里的街啊，两边的灯火光灿灿，规条街啊拢是人，场面非常气派。这是一年开一摆的夜市啊，当年固定伫关鬼门这天营业。从这边开始挤了。这个夜市啊，总共有300外单，会当讲是湾里上闹热的一暗。甚至有真侪出外人拢会选择这天回来故乡踅夜市。其实这个夜市啊，有一个特殊的起源，因为旧历7月29正前，边仔的市啊拢会办普渡，暗时啊做戏予好兄弟啊看，结果煞吸引附近的人甲单。后来规模愈来愈大，阁爱封路，一暗落来业绩比一般夜市啊加出1倍。超多人的，那来这边消费的多吗？消费哦，一定好的啊。旧历7月限定的夜市，互人讲是苗栗上强的夜市。若是你今年无对着，就爱阁等一年。